为了摆脱台湾社会对精神障碍者无友善，总是认为因是无定时炸弹的刻板印象。台市卫生局北区心理卫生中心特别结合华山基金会东区天赛站，安排这2位康复者来到3工，替长辈来调制花草茶，并用小小温暖的茶芳替大家疏解压力。更多的这个精神病人，他们在经过完整的复健之后，他们其实是功能是很好的，他们反而是可以帮助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很棒的一些助手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关怀茶会就是秉持了这样的理念，我们希望说我们培训一些小帮手，那让他们这个从过往这个被帮助的角色，他们被关怀的角色，他们经过复健之后，他们有办法来关怀这群这个长辈哈，关怀这群这个比较需要这个弱势的老人家，这样面对人群的服务，其实对康复者来讲是期待个紧张。不过，心理卫生中心伫启动关怀独老真温馨的计划以后，因拢准备好啊，然后将持续用各种的形式，展现家己的价值，来为弱势长辈提供关怀服务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